川美公布了初试合格线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——复试资格递补。家长们的反应还是挺大的。下面的内容很有趣，家长们可以点赞、关注加收藏。艺考改革给各大校考学校逼的是各显神通了。川美今年的表现非常的不错了。第一个公布了校考招生简章，让猜测满天飞的言论落地了。昨天，四川美术学院公布了初试合格线。造型复试资格线是 118.86， 设计类复试资格线是 116.86。更有趣的是，又多了一个复试递补报名资格线。造型类初试成绩达到 117.29， 设计类初试成绩达到 115.14。川美的用心我们家长看得到，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川美的无奈。为了保证复试的人数，出了一个复试资格递补。今天川美的做法或许创造了历史。我是艺考规划的马老师，10年的艺考经验，关注我，有问必答。